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今年的联合国的大会后个月15号要来开会，外交部采取着行动，要以防疫的表现为主题，向联合国来提案，传达台湾重回联合国的诉求。蔡总统嘛应澳洲智库的邀请，发表着时信的演讲，强调讲台湾存在是事实。Taiwan wants to engage with the world. 短短一句话是上诚恳的愿望。台湾防疫实力全世界拢有看，若无想要做国际孤儿，也搁真侪路爱行。第75届联合国大会将如期在9月15号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开议，将台湾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体系之外，是政治凌驾健康的不公平歧视。后个月开议的联合国大会是以防疫做主题，外交部为着要表达中华联合国的决心，今年嘛用防疫成果来做议题，拜托友邦斗战声。台湾持续被排除在外，将使联合国协助全球复苏的愿景产生缺口。国际上对台湾的质疑，蔡总统嘛用英文伫推特发文，伊讲：这会怀疑台湾存在的人，这是我的回应。台湾就是台湾，阮的存在无需要怀疑。佮强调台湾的未来是人民的决定，这是阮一直坚持的。同时阵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承诺，只要对双方有利的，拢愿意甲中国来协商。最后，伊嘛再度强调，若甲中国的协商，必须爱有和平对等、民主对话4个原则。若有这个原则，台湾愿意推动两岸的互动。立场清楚佮坚定，就是要展现守护台湾主权的决心。